下来介绍请求的回答模式，一样要有对象加请问语加原因加诉求。我去图书馆，比如我有什么人？套用回答模式后，对象是爸妹，请问语是请问一下，原因是我想我去图书馆，比如诉求是我有身行讲不到。完整的句子就是爸妹，请问一下，我想我去图书馆，比如我有身行讲不到。我们再来练习一题。阿明嘅叫嘛用词，唔想我哋讲落去，我有选问不看人讲好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阿妹，拜托啦，我想我同阿明不卡嘅四句字每一只讲落去，是的么？我们再来多练习一种回答方式。阿爸，我想我做一只叫来做饭，都好阿明不卡个叫嘛用字嘞。我同阿明每一只讲落去，是的么？拜托啦！